所以呢，我们再让媒体朋友呢满足一下你们的这个镜头，让谢谢。那除了分享呢，参与我们今天高级珠宝发表会的一个心情，在这边我要非常恭喜你，因为在10分钟前，我们大家都一起感染了这个喜悦，就是恭喜你入围金钟奖戏剧节目最佳女主角奖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此刻那种非常澎湃的感觉，因为其实感觉你现在就是蛮激动，然后也很兴奋，对不对？对，很开心，然后我觉得也很荣幸在今天的活动当中，跟着珠宝品牌的一起宣布说我有入围。那怎么说呢？因为入行很多年了，所以基本上我老实说一定要抱着平常心。但是后台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已经不是平常心了，连他们尖叫都比我还要，你知道，就本来我不紧张的，被他们叫到我都觉得有点紧张了。但是还是很谢谢大家，很谢谢大家。然后我觉得能够入围就已经很荣幸了。然后非常谢谢雨二，我觉得雨二的剧组很棒，让我们都有这个机会可以参与。静雯刚刚很像有讲到就讲到很感动，是因为入围最佳女主角很感动吗？其实都很感动啊。我觉得我的感动是在于说参与到我们娱乐剧里这样子的一部好戏，然后所有刚刚听到很多我们一起表演的也好，或者幕后的工作人员都有入围，我就觉得很开心、很感动，因为这部戏大家是真的用了很多的心、很多的努力去拍摄的。刚刚在后台得知的第一个那个刹那，你们觉得？就是大家不要来吵我，因为我等一下上台还有很多工作要讲，不要再来问我心情，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很敬业，要把今天的工作完美的呈现出来。那有想哭的冲动吗？没有啦，没有想哭啦，但是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不管今天有没有入围，我已经被很多人肯定了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开心。当然入围了。包括我妈妈第一个时间就赶快要跟我讲话，可是我在工作，所以我觉得那种入围，我觉得还说不上来，就是觉得很奇妙吧。那入围前戏呢，会有点紧张、忐忑？完全没有，是因为我昨天带波妞去治疗牙齿，她治疗6颗，然后她是用那个舒眠治疗，所以她整个晚上都在不舒服。那我昨天晚上其实也照顾她一晚上，倒不是因为要期待有没有入围，而是真的她有人不舒服，照顾小孩。